FP12同埋 PA18咧就係講緊12個月嘅底薪同埋18個月嘅底薪啦。咁呢個咧就要睇翻係咪大學畢業生先可以 enjoy 到嘅。咁簡單講下啦，重點啦嚇，我講下，你可以望一望嘅嚇，但係呢啲唔係重點嚇。FP12係12個底薪嚟嘅，咁就唔係好特別適合一啲畢業生嘅，因為出12個月底薪啫嘛，係咪？咁呢個我直接 skip 咗去。PA18啦，PA18講嘅就係學士去到博士都可以豁免入息證明啦，咁所以你可以 apply 嘅。底薪啦，嗰個叫做每月花紅啦，咁就8,000到15,000啦嚇。咁然後有額外嘅首年佣金、年尾花紅、超級圓桌會百萬花紅、百萬圓桌會超級花紅嚇。咁佢講嘅係18個月底薪，如果做到一個超級好嘅業績，咁嘅話仲可以額外攞到6個月嘅底薪。咁認可要求簡單，純粹就係話做到幾多業績，咁就會額外出幾多嘅呢個底薪，即係呢個花紅啦。咁仲有其他嘢嘅，例如係請團隊結合團隊嗰啲，咁嗰啲我都唔講太多。咁追趕機制就係講緊話如果 set 咗目標做唔到都好，做到80咧，都會照樣去到出到某個百分比嘅嗰個花紅嘅喎。咁呢度講啊，其實香港居民啦，讀完書嘅啦，1萬至15,000蚊啦嘅底薪sorry 唔係8,000至1萬，係1萬至15,000嚇，拉低少少啦。咁講嘅就係18個月入邊要做嘅目標 FYCC 就係 First Year Commission Credit， 咁要做嘅目標啦，具體嚟講咧就係月薪嘅27倍，即係18個月入邊咧，如果你攞1萬蚊港幣嘅每月花紅即係底薪啦嚇，咁嘅話咧18個月入邊你總共要做到嘅業績咧係27萬嘅。至於業績27萬，即係咩咧？簽一張單或者係買一張儲蓄計劃等等嚇，究竟有幾多嘅業績咧commission 咧？咁或者對個客有咩利益咧？點樣做到雙贏咧？咁呢度咧你可以同阿 manager 去溝通下啦咁係啦，如果係每個月底薪1萬蚊嘅話咧，18個月目標咧就27萬。然後講啦，如果真係做唔到27萬嘅，但係做到27萬嘅80%，咁嘅話咧，嗰個月薪咧就唔會出18個月，但係出15個月嘅咁樣咯咁呢度講啦，雖然話18個月做27萬啦，係咪等於每個月要做27萬除翻18，即係每個月要做15,000咧咁樣？咁其實唔係嘅，開頭咧甚至第一個月咧，你完全係唔需要做任何成績嘅，都會出到呢個每月花紅，即係1萬蚊嘅。咁慢慢地越嚟越快咁樣咯。咁所以我哋一般都係建議啦，入職前啦，咁就感受氣氛先 train 多啲先 train 完之後咧，跟住再去到攞呢個嘅train 多啲先，train完之後入嚟咧就會去到見客啦，有信心啦，咁嘅話一開頭有個大爆發先嘅咁咯，咁就通常都唔建議話入咗職之後每個月咁辛苦去追嘅咁咯。咁呢度有寫嘅目標咁多，咁另外咧就係目標還目標啦，底線還底線。嗱，底線咧3個月咧最少都要咧賺到3,600蚊嘅業績嘅咁呢個就唔係好難嘅，如果入職前準備好嘅話呢度睇一睇最複雜㗎啦。咁跟住咯就係話如果做到一啲爆數啦好犀利嘅，做到24個月做到60萬，咁額外送多6個月嘅底薪，就係送多6萬啦。咁呢個都係俾你參考啦咁呢度講啦，就係話喂，如果係攞咗呢個每月花紅啦嘅話咧，咁其實咧需要喺 AI 度做咧，咁其實就要做4年嘅咁原因係因為如果係喺呢4年期間離職啦嘅話咧，咁需要退還翻某個百分比嘅花紅嘅，由100%去到66，去到33咁樣咁而呢度啦，咩叫 FYCC 咧？好特別喎，強積金咧會計6倍嘅喎，咁上限就係 total 27萬嘅20%，藍十字都係計6倍嘅，一樣嘅啫咁咯。咁注意事項咩考試要求要過到嗰啲AI test 嗰啲，咁我就唔講太多啦嗰啲咩嘅中國公民就同你冇關係嘅，擔保都冇關係嘅咁呢個就係我哋嘅 contract 咯。咁至於 intern 咯咁 intern 咧就完全唔使啲 contract，因為佢係
會去到出任何嘅每月花紅嘅，係1蚊都唔會出嘅咁樣咯。咁所以咧，你有2個選擇，第一個選擇就係做住 intern 先，攞下節奏，上下 training 先，感受下先，感受完啦 ，OK， 慢慢累積到信心人脈啦，咁嘅話就轉去做 PA18 嘅 contract 啦。Option 2好簡單啫嘛，點都冇輸嘅，咁啊攞住 PA18 contract 試下 set 個目標，試下自己做咯，2個都得嘅，好嘛？咁呢個就係個 briefing。OK，thank you。